义后可好？义后日夜牵挂母国，牵挂太后。燕国与秦国手足之交，何况当日在燕国，义后和苏子对芈月母子有救命之恩。太后言重了，苏秦乃是凭着良知做事，义后对太后，还有秦王，更是出于骨肉之情啊。望苏相转告义后，芈月知恩图报。多年来，秦国与燕国一直交好，因子之之乱，燕王与齐国结下血仇。我有心助燕王一臂之力，待大秦局面稳定，朕打算派人出使，说服诸侯协助燕国讨伐恶秦。谢太后。多年来，齐国一直对燕国怀有吞并之心。只要燕秦首先结盟，并与诸国结盟立约，共同讨伐齐国，定能一举而全功啊！苏相说的极是。只要我芈月在大秦一日，就绝不会食言。多谢太后。太后有旨，请楚国使臣。哦，哎呦，苏相，晋大夫，这是秦国太后写于我国义后的信。苏相，是要撤兵了吗？义后挂心芈夫人公子季的周全，让苏秦率部函谷关外候命。如今公子季已经成了秦王，芈夫人成了太后，苏秦自当回朝消灭。告辞了。不送不送。外臣晋上拜见太后。晋大夫何须多礼，赐座。晋大夫，请上座。谢太后。微臣得知大秦新王继位，太后摄政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喜出望外呀！太后原是我楚国公主，所以但有所命，我大楚必当全力以赴相助太后。我虽登大位，但内忧外患日夜不宁。如今见到了娘家人的面，得到了母国的承诺，我这颗心终于是放下来了。木心是。晋上无功，不敢受禄。这是芈月对娘家人的一点心意。那谢太后赏赐，十分惶恐，十分惶恐。别客气，我这里还有给王兄和郑秀夫人的礼物，要请晋大夫转交。太后亲情深厚，微臣十分感动。大王派微臣来出使秦国，但是秦楚是至亲，望日后两国依旧能够唇齿相依。说到唇齿相依，我倒是有一个想法，不知晋大夫以为如何？太后请讲。我是楚国之女，虽到秦国多年，但一直心念母国。眼下幸蒙先王遗诏，少司命必有，方使我幼儿登上王位，我也不得不为了他强撑局面。但晋大夫知晓，我本庶女出身，不懂得国政庶务，而秦国的文武大臣都各有各的算盘，身边无一人相助。若是能有几个来自母国的贴心人，在朝中为我出谋划策的话，太后放心，晋上回朝必请大王多派楚国宗族入秦，辅佐太后。那太好了。不知太后可有
中意的人选。我一个后宫妇人，能知道什么人选？我在楚国见过最能干的人，莫过于晋大夫你了。不如就你留下来，作为我秦国的上大夫，如何？晋上才识浅薄，不堪重任。才识倒也不重要，忠心却是第一位的。我要的是绝对靠得住的娘家人。让我想想。大王的幼弟米荣在楚国无所事事，不如就让他过来帮我。闵荣？对，闵荣将军那是文韬武略，由他来辅佐太后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晋大夫果然是能臣，须臾间便帮我解了难题，芈月理当给予重报。太后情义深重，让微臣突然间有了一个念头，不知太后意下如何？晋大夫请说。自古以来，两国联盟最好不过联姻。我楚王现有一个幼女，是赵美人所生，长得那是闭月羞花，正好与秦王相配为夫妻。甚好。方才我还在想，先会文王遗下一位小公主，我意欲嫁给楚国公子。妙，真妙，两个亲事一块办，亲上加亲。那秦公主许配给太子恒，如何？太后，如今太子恒不得大王欢心，南后郑袖有意让公子兰成为储君。如果太后把秦国公主许配给公子兰，那南后郑袖必定投桃报李，感恩太后。那如此，秦楚两国患而宾开，一切就有劳晋大夫了。哎呀，怎么，晋大夫有难言之隐？太后啊，此次楚国劳师远行，虽然太后有礼物赠予大王与夫人，可是对手下那些将士们总得有个交代呀。况且我临行之前，老令尹有话在先，不得上庸城，不许外事。所以，太后，您看，这容易。秦楚两国若能结亲，那就让上庸城作为我秦国公主的嫁妆，陪送于楚国，如何？太后英明。太后放心，您交代的事儿，微臣一定办好。那告辞了。下一个是谁？是韩国使臣张翠。当年武王道为了打通去洛阳的路，曾攻占了韩国的武遂邑。秦国与韩国的仇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眼下这韩国也是不太容易被打发的。去拿武遂的地图来。是。已经过去2个时辰了，也不知前面到底结果如何了。是啊。国之大政，我们这些做朝臣的、做国相的，这一点不得而知，还不能插手，这还有我们这些大臣们何用？楚离子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是左相，我是右相，这个时候我们总得有个说法。此事交给你，
你能办得了？就算我办不了，可那太后只是后宫妇人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总该跟我们这些臣子们商量个章程啊！既然太后不肯商量，那就等等看结果吧。大人，商谈的结果出来了。去！不好了，竟然会是这样！哎，你们快看看，快看看，情况怎么样？丧权辱国，割地。这太后要把上庸割给楚国，5岁之地割给韩国。这魏国要拿走5个城池，还要赔偿赵国和燕国金帛。我大秦多少年都没有过这种割地赔款丢人之举。司马将军，你是上将军，你该说话。孝公的时候，我们割让城池给别人；到先惠文王的时候，是别人割让城池给我们。列国之际间，强弱易位，城池转来倒去。干相，你如此渊博之人，是没见过，还是没听过？你身为武将，竟然说出这种话来，你羞也不羞？我为何而羞？干相，前一阵魏冉曾带人在函谷关与韩魏2国拼死苦战，秦国将士已损失10之7八。这次若与5国交涉失败，诸国定会群起而攻之。你若手中还有兵马、粮草、武器，就赶紧发给我们，我等即刻就去边关与敌国决一死战。这司马将军是未战先怯呀！我甘茂吃的是朝廷俸禄，得的是大王恩惠，为了这大秦江山，哪怕是孤身涉险，也在所不惜。姐姐，我知道，你下了朝会来找我。姐姐，今日诸臣在朝中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倒也在意料之中。可是萧然，你不知姐姐坐在宣誓殿，面对各国使臣承诺割地赔款，有多无奈。那每一寸土地，都是先王的心血。壮士割腕是为了保住大秦江山。可小冉不明白姐姐为何对晋上那种卑鄙小人还处处迁就，听由他指手画脚，竟然应下于楚国的联姻。你还记不记得老子上说过的一句话：将欲夺之，必固与之；将欲灭之，必先学之。姐姐的意思5国打上门来，楚国是领头之人，群狼环伺，晋上便是那恶狼群中最贪婪的一只狼。群狼不好对付，但独狼并不可怕。只要把篮子里的肉扔给他们，待他们散去了，我再一个一个好好收拾他们。更何况，眼下楚国情形特别不同，米荣在他们手中，我时时感到要被要挟，一定要先稳住他们，争取早日让荣帝归来。小冉目光短浅，误会姐姐了。姐姐倒不怕自己人误会，怕的是有些人要趁机蠢蠢欲动，挑起事端。姐姐放心，有小冉在，绝不会让那些人兴妖作怪。得让人看紧那个甘茂，他最近四处奔走，忙得很。另外，我还有些担心处离子。既然5国已经派了使者来跟秦国谈条件，不知芈月会把我们当何种筹码来跟魏国交涉。这芈月虽然诡计多端，但父王派来了公子无忌。这公子无忌可是魏国第一贤才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想出一个万全之策
来解救姑母和姨儿的。芈姝已经拿着我的书信去了雍城，他若真肯立华儿为王，华儿也定能帮他返回咸阳宫。华儿是我们的赌注，也是魏国的赌注。因为华儿那公子无忌不会将我们弃之不顾的。夫人，怎么样？见到公子无忌了？见到了。我告诉他，夫人和武王后都日日思念母国和魏王。公子无忌回答我，魏王也十分思念夫人和武王后呢。还说什么了？当时人多眼杂的，也没能与公子多说话。好好好，他能知道我们的心思就好了。托姑母的福，说不定我们即刻就有出头之日了呢。太后到！他怎么亲自来了？照照镜子，就算她当了太后，气度上也不能输给她。太后亲临披香殿，我等不胜荣幸。魏夫人、武王后免礼。谢太后。昨日我见了魏夫人的贤侄信陵君魏无忌，我们相谈甚欢。魏秦两国已经偃旗息鼓，重归于好。我想这等好消息，当由我亲自来告诉你们，这心里头才踏实。太后不管说什么，我都心里有数。那就最好。魏国拿走秦国5座城池，公子无忌向我承诺，即日起从函谷关撤兵，但是却向我提出了另一个条件，他希望能够奉迎武王后回国。还有呢？还有何事？那我呢？我该如何？啊，公子无忌一个字都没有提及你，我自然没有什么好说的。这不可能，我王兄不会这样对我的。我这一生为了魏国付出了那么多，我为了魏国失去了先王的宠爱，我让秦国有了一个魏国的王后。为了魏国的利益，我甚至招致我华儿的怨恨，而如今我王兄却对我只字不提。他只要略施援手。我已经答应公子无忌，即日起让你随他一同返回魏国。你还年轻，魏王拿你定有用途。我肯放你走，也是因为你的确是个祸害。有朝一日再被魏王送出去祸害别国，说不定还帮了我们秦国的大忙。好了，我就不多耽搁了，你们也好有时间说说体己话，只怕日后难得再相见了。姑母，姑母，他们自然不会想起我的。你看，我都老了，都是一个老太婆了。他们接我回去，有什么用呢？你姨儿年轻貌美，接你回去，还可以为了魏国再嫁一回。我又有什么用呢？唉，我早该想到。什么娘家人，什么母国，哄你为他卖命的时候，说的多好听。
姑母不要太伤心了。怡儿回到魏国，立刻会向父王禀报姑母的处境的。你也想骗我？你也要哄我相信你的话，让我继续在这儿一日日的苦等下去，一直到死还在做梦。你走，你走，滚！都给我滚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怕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我有华儿。我等着华儿带着鲁布仪仗来接我出冰箱地，我看着他戴上冠冕，登上王位。公子，刚得到消息，函谷关外的兵马已经撤退了。他竟然能让列国的兵马这么快就退了，这女人的手段竟如此高明。公子，成败尚在两可之间，公子不必太失望。叫我怎么能不失望？手中的胜算又少了许多。干相有话让我带给公子。说。干相说他会借芈月割地赔款为由，在宫中推波助澜，火上浇油，逼芈月退居内宫，还政于公子季。公子季那就是一个黄口小儿，对付他可比对付芈月容易多了。他到底割让了多少土地城池给列国？与楚国联姻，答应把上庸给楚国，将5岁还给韩国，又将武王后和5个城池给了魏国，谢燕赵2国以重金。就这么些？这甘茂也是老糊涂了。列国之间城池割让赔还本来就是常事，何况就这么几座城池而已。但这只是一个由头而已。干相借此已经游说了不少朝臣同意他的谏言，眼看芈月在宣誓殿就要坐不住了。甘茂竟有这等本事？非也，眼下是那些重臣们每日对着一个妇人跪拜臣服，俯首听命，而这个妇人刚愎自用，一意孤行，大家实在是痛苦难挨呀。有道理。那芈月坐在朝堂上，面对的敌手可就不是后宫那几个嫔妃了，而是满腹经纶的文武朝臣。他们可不像后宫那些个妇人那么好摆弄。大王在上，臣骨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割地赔款，实乃丧权辱国之举。臣以为，太后如此行事，误国误民，臣等再不能奉诏了。臣请太后退居内宫，还政于大王。臣恳请太后退居内宫，还政于大王。臣请太后退居内宫，还政于大王。是让太后还政于大王。干相自己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朕丧权辱国，朕误国误民。干相自己私底下拟就的让各国退兵的条约，可是几乎把秦国卖的只剩个咸阳了。当日列国兵马在函谷关的时候，干相又在何方？出了何令？常言道：“主忧臣劳，主辱臣死。”武王当任用无知鄙夫，向蛮力举鼎身亡。你身为右相，罪当如何？
甘茂虽为右相，但无法劝阻君王，所以到了今日，目睹朝堂混乱，才不得不谏言。太后聘击司臣，乃国之乱象也。太后若继续贪恋权力，秦国必将大乱。臣请太后还政于大王，有何过错？秦国内忧外患，你无能御外敌平内乱。如今诸侯兵马退去，你倒会上下串联要挟君王。如此无德无才无耻无能之人，你还敢立于朝堂吗？殿前武士，在，把他给朕逐出朝堂。是。慢！太后指臣无能，臣也不敢再居相位，就此请辞。至于驱逐，臣自会自己离开，不用烦劳武士。但太后如此轻客慢事，羞辱臣功。今日甘茂离开，不知来日这宣誓殿上还有何人可以立于此？干相，你不能走啊！干相不能走啊！微臣请太后三思。请太后三思啊！太后，甘相乃大秦3代老臣，于江山社稷，功不可没。你想要朕留他？是。他逼朕交权，退回内宫。若是权宜之计，万事皆可商量。没得商量。初离子说，甘茂是3代老臣，可朕看他是朝廷的3代庸居。芈月立于此地，向天地诸神起誓，只要芈月在宣誓殿1日，便要保内乱平息，保师弟重回我疆土，保大秦再次扬威。谁若自认为比芈月做得更好，那便站出来，朕自行退后。若是做不到，诸君公卿大夫堂堂男儿，就不要再学长舌妇之行径，退朝。楚离子，此事你不能不管呐！就是不能不管呐！诸位卿大夫，先回去吧。老夫定会向太后再三陈情。先生，甘相求见。甘相不敢当，初离子。前日甘某已经辞官，不做右相了，不敢当这一声甘相之称。别这样说。甘相请坐。老夫正在上书太后，尽力说服太后挽留甘相。甘茂本是才疏学浅之人，蒙惠文王、武王2位君王的恩宠，拜以右相之位，以国事相托。虽然不能够完全胜任，却也是兢兢业业，不敢有丝毫怠慢。
甘相不必再说了。恕甘冒直言，米氏那妇人是大秦的祸星，她居然大坏纲常礼仪，把自己的寝宫都交给了胡人。后宫之事，似乎不该甘相染指。眼下，我与那米氏太后是她留，我不留。听说那日我走后，她曾在宣誓殿上扬言，谁若自以为能比她做得更好，便站出来，她自行退后。甘冒不才，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自荐能比她做得更好。哦，甘相说说。只要让那米氏退居内宫，甘冒便能让大秦罢内乱、停内战、休生养息。甘相有把握劝诸公子归降？有。甘相请讲，老夫洗耳恭听。停新政，恢复旧法。只要将诸公子们目前所占有的土地作为封地，赐给他们永久所有。答应爵位可以世袭，并绝不在秦国设立郡县。实行周天子之法，我愿意四处奔波，说服诸公子上表称臣。如此破玉为残，把秦国让诸公子们瓜分成大小碎片，那先王和太后对将士们的承诺岂不落空？君行志，臣行义，我们身为臣子的，为君王效命，受君王封赏，乃是公平交易。君王为社稷着想，臣子们要为自己的家族考量。有些时候，君王让些权益给臣子们也是应该的。在下不敢苟同。秦国为了实行商君新政，毅然牺牲良多。如果废除新法，恢复旧制，那以前的牺牲将付之东流，大秦对列国的优势也将丧失殆尽。难道你真认为秦国对列国有优势可言吗？列国征战数百年，却齐心协力三番两次联兵函谷关下。除了秦国之外，还有哪个国家能让其他各国这样斩断夙愿而进行围剿？因为秦国搞的是秦法新政，他打破了列国数百年虽有征战，但实力基本伯仲之间的平衡。没有人能够容忍异端邪说国家的强大，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。我承认诸公子们割据，恢复宗室旧族在封地上的权利。秦国的确看上去是失去了对列国的优势，但正是这样，才能得到列国的认可，才能得到卿士们的归顺，这才是秦国长治久安之策呀。你今日来，背后得到多少人的支持？如果我说，在我背后的人，比站在宣誓殿上对芈月臣服的人更多，你信吗？信与不信之间。商君不是秦人，秦人流多少血他根本不在乎，他要的是自己的万世流传。那太后也不是秦人，他同样不在乎秦人流多少血，他要的是自己唯我独尊。可支持我的人，却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秦人，曾经祖祖辈辈为这片土地抛头洒血，他们才是能够决定这片土地上应该何去何从的人。甘冒，你也不是秦人，却口口声声为秦人打算，只怕仍然是为你自己打算吧。楚离子啊，我是楚人，但
多年来，我一直把秦国看作自己的母国，对大秦的忠诚日月可见。你走吧。你说什么？诸国之中，只有我秦国建国的时间最短，其他诸国已立国之时，我们的先人还在牧马。直到周氏东迁，我们在狄戎人手中一分一毫的血战，才有了今日的国土。如果没有穆公任用百里奚与蹇叔，没有我父王任用商鞅，我王兄任用公孙衍、张仪，如果仅仅靠那些躺在功劳簿上享受先人余荫的老秦人，那大秦早就灰飞烟灭了。眼下秦国危机重重，我的王侄嬴稷以他的母亲芈氏摄政，才让秦国在内乱外患中觅得一线生机。秦国的未来是要靠明君和贤臣决定的。可惜呀，甘先生，你不在此列了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楚离子，你今天拒绝了我，总有一日，你会为你今日的决定而痛哭的。臣拜见太后，拜见大王。朱清免礼。今日早朝，这大殿好像空旷得很。禀太后，这几日臣子当中，有不少人抱恙告假了。哦，朕并未听说这咸阳城里发了瘟疫，这么多人一下子都病倒了，难免叫人担心呢。楚离子，在。你让太医院的太医逐个到这些个病了的朝臣府上去诊治。朕估计有些人得的都是难以治愈的心病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他们在家中安心休养，不在其位，不谋其职，不尽其责。我看他们就再也不必到这宣誓殿来劳心劳神了。太后圣明，太后圣明。我今生披彩衣，我见繁华如许，我驾驭山河千声万起，我却追忆海底。想过无才无际，相遇梦相许，想任你解脱红尘之欲，永生不得离去。西风向孤独的人吟唱，是谁在拿捏心里的伤？将欢情推理片刻时光，今宵已在夜中央。西风向孤独的人吟唱，是谁在
果真能干。大王，你看他从秦国带回来这些珠宝，真是样样都好。寡人心里清楚，此番少不了你的功劳。大王过奖了。那秦国太后与大王乃兄妹至亲，若不是他想倚仗大王的英武，急需大王帮衬他，怎会如此的谦卑？臣只不过是狐假虎威，谈不上功劳二字。想不到这列国相争，倒叫一个小小的应女占了便宜。锦上，那她的性情如何，才能如何？只不过是一个见识浅陋、胆小无知的妇人罢了。什么主意都要臣帮着拿。臣一说联姻，他马上说亲上加亲；臣一说上庸城，他连眼都不眨，就答应把上庸城送给公主做嫁妆，简直是糊涂愚昧至极呀！孤儿寡母擅主国政，秦国无人矣。那秦国太后还说，要让娘家人帮帮他。娘家人？是啊，她说大王有一个幼弟叫闵荣，在楚国一无所成，不如派过去辅佐他。好啊，这个闵荣确是个无用之人，留在这里，有朝一日寡人还要分封于他。能去秦国最好不过。大王，秦楚要联姻，你可要想好，这秦国的公主到底要许配给哪位公子才合适？秦楚联姻是大事，秦国的公主自然是要留给太子了。大王好偏心呐！那太子早已成婚，太子妃又无过错，何必多生事端？倒是我那可怜的儿子子兰，至今还未娶亲，你这个做父王的，就半点心思也没为他着想吗？大王，大王！好，许给子兰，许给子兰。臣妾替子兰谢过大王。大王，谈到两国联姻，不管是公子成亲，还是公主出嫁，那都不是朝夕可成的事儿，兵贵神速。既然我们想要秦国的上庸城，就得让他们看出我们的诚意来。那依晋上之见，如何让他们看出我们的诚意呢？我看，不如让太子入秦为质，这样就可督促秦国尽快交割上庸城。晋大夫真是老成谋国呀！大王，这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呀！哎呀，大王，大王！好了，不要再咬寡人了。此等大事，寡人需三思而行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会后对你们的恩惠，要在今日报效了。是。蒙敖将军，这位是禁军统领蒙敖将军。蒙将军。杜将军，咱们事先说好了，今日他们几个装扮禁军带他们进宫，只是挟持住太后，逼他退位还政于大王，并请回甘相。一切不可莽撞行事，更不可伤人。那是，蒙敖将军，只管放心。听说了吗？义虚王回来了，说是击退了公子轩，立了大功。那太后还不好好赏赐他？那是当然，也不知是赐爵位还是珠宝。哎，爵位珠宝算个什么？太后已经把自己都献给那个胡人了。大胆！寡人最恨干活偷奸耍滑的人，罚你们把铜饮的水喝干净，若有一滴残留，就割了你们的舌头。是大王。走。大王要去哪儿？交房殿。上次在朝堂上，我只说了句让他们在家中安心养病的话，
那些个朝臣们，一个个竟然病全都好了。看来有的时候，我的医术比那些太医院的太医还要高。哎，前些日子我们给继儿和义渠君做的2件新衣放到哪儿去了？我去拿。啊！你来这干什么？听说最近朝堂上有人闹事，你母亲呢？义渠君见了寡人，怎么不跪拜行礼？还挺像个大人。小子，这剑可锋利得很，不是你能玩的，小心伤着你。快进去，告诉你母后，我来了。你听着，这是咸阳，不是你们义渠。既然到了咸阳，就要遵循大秦的国法，外臣要入朝就要奏请，得到批准才能进宫。更何况辽进的是我母后的寝宫。我要偏进呢。问问我的剑，就凭你啊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放开！小子，别得寸进尺啊！义渠君，继儿，玉儿，义渠君，你没事吧？你儿子想要我的命啊！这定是误会。你看见了，这流的可是血！哼！义渠君，母后，母后！去成明殿面壁思过。我回来之前，不许出门。义渠君，义渠君，义渠君，疼啊！弄疼你了？让我看看。你看你这个人，伤口还在流血呢。你还知道关心我？我以为你这个太后早就把我忘了。继儿还是个小孩子呢，你跟他怄什么气？哼，我可没跟他怄气。我是跟你怄气呢。行，就算是我错了，也让我先给你包好伤口再说。你还管我干什么呢？你让我死了算了。就你这点事儿，想死没有那么容易。玉儿，叫我翟丽。我知道你叫翟丽。我这个名字啊，是一个秦人给我起的。他说我们是翟戎中的一支，所以以翟为姓。你知道吗？我这个义渠的名字，译成你们的意思就是黑马驹子的意思。他说黑马就叫离。黑马驹子？对啊，我出生那会儿，马厩里刚好也生了一匹黑马，所以我母亲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。你眼下也是匹黑马驹子，而且是匹野马，一点小事就反倔脾气。婚后有令，杀死芈月，赏金5000，封关内侯，11万户。别叫我义渠君了，叫我的名字。
黑马驹子。对，再叫。黑马驹子。大点声。黑马驹子。再叫。黑马驹子。你上！不行！来人！快来人！抓刺客，保护太后！快！保护太后！走。翟离，你怎么样？翟离，我没事。翟离，翟离，快来人！大人，太后无恙，太后无恙，但是义喜君受了重伤，太医已经赶到了，正在给太后上药。宫里怎么发生这种事？那些杀手都穿着禁军的衣裳，这事儿肯定跟禁军有关。如今掌管禁军的首领该是蒙敖将军。正是。把蒙敖给我抓起来！大王，请用膳食。不吃，拿下去。大王，饮食有序，不食伤身呐。多事。我母后回来没有？我问你，我母后回来没有？哦，刚回来。我去找母后。大王，你还是别去了。怎么了？太后在宫内遇上了刺客，幸亏义渠君替太后挡了一剑，但义渠君却身受重伤。他死了吗？没有，只是如今他住进了哪了？住进了太后的寝宫。什么？大王，您别去！太后让您在承明殿面壁思过，她还没允准您出去，您不能出去啊！他算什么东西？敢住进我母后的寝宫，他也配？早知道当时我就该一剑杀了他。大王，您不是不知道，他几次救了太后的命。这次义渠君伤了很重，亏得义渠君身子强壮，太医又医治的及时，不然的话。义渠君，你终于醒了。哟，快躺下，别动。你的伤，太医已经处理过了，没有大碍，放心吧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太后，查到什么了？雍大人查出，刺客背后的主使之人是惠后和公子华。他们怎么会进得了秦宫？是禁军中有人做内应带他们入的宫。如今，这些牵连之人都已经被关押起来，等待太后处置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惠后，公子，微臣惭愧，没有杀掉芈月，只是重伤了那义渠人。怎么老是失手啊？那个义渠君多次坏我大事，早能除掉他就好了。蒙敖和手下被抓，禁军人心动荡，也说不定咸阳会出乱子。如此说来，虽未刺杀芈月成功，但若能酿起兵变，倒也是桩好事。母后，你看呢？太后，小冉来了。朕协助雍大夫查办刺客的案子，查出了以禁军头领蒙敖为首的一批内应。蒙敖？
白起将军听说此事，气愤不过，带人围了禁军大营，抓了不少人，都捆得跟猪羊似的，说要打开杀戒，全部砍头。被我和司马将军暂时拦住。眼下，咸阳禁军人心惶惶，情况紧急，万一发生兵变，你带了那些个被捕的军将名册吗？哦，这就是。传我的话，召集守卫秦宫的禁军将士，到宣誓殿前聚合。我要训诫。可是太后，怎么？您前几日刚刚遇上刺客，眼下这禁军里头，一定还有谋反者。禁军当中，肯定还有勾结诸公子之人，但不会整个禁军都靠不住。鼠辈只敢暗中下手，而整个禁军军事列阵，5人为一伍，5伍为一两，4两为一族，5族为一旅，5旅为一师，5师为一军。每个人周围都是4个人看着，任何人有一点异动，都逃不过别人的眼睛。想在禁军当中行刺，除非他是疯了，或者是急着自寻死路，所以用不着担心。是。拜见太后！拜见太后！将士请起，把他们解开。太后，解开。诸位将士，我问你们，你们为何从军？当兵吃粮领饷，在秦国当兵有前途。当兵吃粮领饷，在秦国当兵有前途。魏冉将军，你不必带他们回答。听声音，明明都是口不对心。为什么要造反？让你还位于大王，请回干相，与诸公子罢兵。朕当真就真的有违天意？银华、甘茂等人的主张，就真的这么受人拥戴吗？你们当初当兵，必定不是为了造反，你们沙场浴血。卧冰尝雪，千里奔波，赴汤蹈火，为的不仅仅是效忠君王、保家卫国，更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，让自己在沙场上挣来的功劳能够印及家人，为了让自己能够建功立业、人前显贵，是也不是？今日站在这里的，都是大秦的佼佼者。你们是大秦的荣光，是大秦的倚仗，是也不是？是。我大秦曾经被人称为虎狼之师，令列国闻风丧胆。可就在前不久，5国陈兵函谷关外。可我们却束手无策，任人勒索宰割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的虎狼之师呢？
我们的王军将士们都去哪儿了？大秦的将士曾经是大秦的荣光，可如今却是大秦的耻辱。当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，你们不曾迎敌为国而战，却在王位相争中自相残杀，这就是你们的作为。曾经商君之法约定，只有军功才可受爵，无军功者不得受爵。有功者显荣，无功者虽复无所荣华。可有些人就是不愿意遵商法，要恢复旧制，所以派人来杀我。你们也不情愿，也不想实行新法，是吗？为何你们站在了靠祖上余荫吃饭的旧族那边，自愿成为他们的鹰犬，助纣为虐，使得他们随心所欲，胡作非为，使得商君之法不能推行，兄弟相残，私斗成风。你们的忠诚不献给能够为你们提供公平、军功、荣耀的君王，却给了那些对你们作威作福、只能赏给你们残渣剩饭的旧族们，是吗？将士们，我承诺你们，从今以后，你们所付出的一切血汗都能够得到回报。任何人触犯秦法，都将受到惩处。秦国的一切将是属于你们和你们儿女的。今日我们在秦国推行这样的律例，他日天下就都有可能去推行这样的律例。你们有多少努力，就有多少回报。你们可以成为公士，为上造，为部更，为左庶长，为右庶长，为少上造，为大上造，为关内侯，甚至为彻侯，10亿万户。你们敢不敢去争取？能不能做到？我们能，我们敢，我们做得到。我们能，我们做得到。我们敢，我们能，我们做得到。太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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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。臣有罪，请治臣的罪。请治臣的罪。你们有罪，但你们敢于认罪，你们个个都是勇士。我此刻不治你们的罪，我要你们去平定内乱，去沙场上将功折罪，做得到吗？臣做得到，臣做得到。我们敢，我们能，我们做得到。我们敢，我们做得到。我们敢，我们能，我们做得到。我们敢，我们能，我们做得到。我们敢，我们做得到。我们敢，我们能，我们做得到。太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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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甘茂去了雍城，是，蒙敖将军出手说甘茂是刺杀太后一案的首犯。
所以他就仓皇出逃了。哼，去了也好。太后此言何意？甘茂是朝中老臣，树大根深，若留在咸阳，定会不甘寂寞，时时煽动朝廷故旧与我们闹事，让咱们眼前不得清静。这下他走了，倒是成全了我们。甘茂此人自命不凡，而芈姝与公子华之间本来就貌合神离，如今又添了个甘茂，只怕他们勾心斗角的机会更多了。这样才好。眼下我们先不攻打雍城。司马将军，朕命你领兵南下平定巴蜀之乱。遵旨。魏将军和白将军，我要你们分头去平定那些在咸阳周边趁乱聚集起的小股散兵游勇。我要咸阳100里之内安然太平。臣领旨。至于那些各立山头的公子们，平日里他们只懂得争名夺利，却不知守望相助，恨不得少一个人就少一个对手。等我们整肃完内部，准备好粮草，再一一收拾他们，绝非难事。太后，魏夫人她出逃了。什么？她跑了？她在企图混出咸阳城门的时候，被守城官兵抓住了。你们说说，该对她怎么办？幸亏抓住了，有魏夫人在我们手里，银华投鼠忌器，也不敢过分造次。甘茂去了雍城，魏夫人也想去雍城。看来这雍城真是个好地方。去，带魏夫人来见我。是。太后，魏夫人来了。见着太后还不下跪？不必了。木心，在。给魏夫人烹茶去。是。你已经抓到我了，要杀要剐随你便，不必假惺惺的。魏夫人说的奇怪，我为何要杀你？坐。你与公子华已经很久不见，骨肉相思是人之常情。只是雍城离咸阳路途遥远，四乡因兵乱而匪贼横行。魏夫人只带一个奴婢便上路，未免考虑不周。至少该有车马相随，侍从护送。你什么意思？朝廷可以派人送你去雍城。送我去雍城？对。公子华是我大清难得的人才，又是先惠文王的长子。只要魏夫人去了雍城，劝说他解散叛军，恢复秦法新政，一切就都好商量。怎么好商量？让他以江山社稷为重，归顺朝廷，我和大王可以既往不咎，不废称号，不夺封地，委以重用。怎么，魏夫人，你不愿意？臣甘茂拜见惠后。甘相快请起。我等苦盼甘相，如盼甘霖，如今得到甘相前来相助，实在不胜欢心。芈月要将大秦带到衰亡之路，我蒙两代先王恩惠，不能不站出来啊！甘相所言极是，那芈月倒行逆施，你我当然要同仇敌忾。去，给甘相上茶。是。请。惠后或许不知，与我前后脚来到雍城的还有一人。
谁？公子华的生母，魏夫人。他怎么来了？谁让他来的？公子，母亲，孩儿不孝，让母亲受苦了。华儿，快起来！华儿，母亲，母亲逃出咸阳，平安到达雍城，真是孩儿的幸运。华儿这话错了，母亲是被王军的人马护送到雍城的。芈月，是啊，他送我来，希望我能说动你罢兵，归顺朝廷。你答应他了？我当然答应他了。母亲，喝口水。华儿，母亲一心只想见你，他就算是让我跳火坑，我都会答应。不过，我告诉他，最后结果如何，都由我华儿自己做主。母亲，华儿已经没法回头了。华儿身边站着诸位王族兄弟，背后是秦国所有的旧族。会后已经答应立我为储君，一旦攻入咸阳城，便即刻立我为王。那大秦的明日，不是那芈月的，便是华儿我的。我同那芈月已经不共戴天。华儿，无论你打算怎样做，母亲都赞同。那就要让那会后尽快兑现诺言。你是先王的长子，德才兼备，军功赫赫，受众人拥戴。他立你为王，那是你该得的。有了这个名分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带领着你的兄弟们进军咸阳。魏夫人真是命好，别人离开咸阳都面容污秽、狼狈不堪，看魏夫人却衣裳光鲜、气定神闲的样子。这一路上怕是也没吃什么苦吧？会后说得对，人该吃多少苦，都是命里有数的。上天眷顾我华儿，我也跟着沾光。依微臣看，魏夫人能来雍城也是件好事。从此，公子上阵杀敌，也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。确实，由此可见，芈月能从魏夫人来雍城，那也是从善之举。你胡说什么？那芈月会有此等善心？此举或许是来动摇军心的。军心稳不稳，如今都是我华儿说了算。不管怎样，从这件事看，妇人之仁，免不了要做舍本的生意啊。魏夫人从咸阳来，应该知道咸阳那边正在整顿兵马，筹集粮草，准备对付朱公子。眼下战局焦灼，不知诸位有何打算？想必甘相也知道，这雍城乃是大秦宗庙所在，这里旧部力量强大，对我部一向倾力支持。我们与咸阳那边已有大小几战，各有胜负。如今甘相也来到雍城，说明人心所向，众望所归呀。昨日和母亲商讨后，想做一件大事。请说。咸阳那边与我们是王位之争，也是一场名分之争。母后是嫡母，而芈月那妇人的身份却只是个八子。虽说公子季有先王遗诏，
但母后信誓旦旦说那遗诏是伪造的。可如今，却让那芈月之子矫诏登基，误导天下。若我们也能在雍城宣告登基，就可传召天下，号令父王的旧部老臣倒戈。兄长德隆望重，为我大秦之王，乃是众望所归。华儿说的是实情，但此时此刻宣告登基，恐怕不妥。有何不妥？你应当知晓，在母后心中，你是大秦唯一的新君。我们之所以能跟咸阳抗衡，是因为我们聚集了诸公子的势力，人马兵力甚至多过芈月的兵马。诸公子虽威望才德远不及你公子华，但他们人人皆有争位之心，王位空置，可以使他们戮力同心。若是公子莽撞宣布登基为王，诸公子心生不满，只怕你公子华会成为诸公子的敌人。那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，让我华儿无名无分，出生入死。母亲不必多说，你们该知道，我嬴华并非真的贪图那个王位，我只是为母后抱屈，不忿那芈八子以伪诏发号施令，完全不把母后放在眼里。华儿为母后着想，我记在心里。其实母后也巴不得你公子华立即登基，运筹帷幄，号令天下。但母后也得为大局着想，从长计议。惠后此言诚恳，以臣之见，还是暂缓称王为更好。只要惠后在，诸公子为了示好惠后，便会听从我们从雍城发出的号令，公子的王位也指日可取。好了，此事就商议到此吧。花儿，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。他们都是虚情假意，用好话来蒙骗你的。孩儿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们想让我带兵进攻咸阳，我却偏偏在雍城按兵不动，看他们能怎么样？我今生披彩衣，我见繁华如许，我驾驭山河千声万起，我却追忆海堤。想过无才无迹，相与梦相许，想任你劫夺红尘之欲，永生不得离去。西风向孤独的人吟唱，是谁在拿捏心里的伤？将欢情推理，片刻时光，今宵